你是咧创啥？我要播礼拜多啊，你有见晓？啥？我懂了啦。你当较细声咧无啊？这是我的厝，我欢喜安怎就安怎。明仔载吼，我去找你。你莫来啦！我开店的代志吼，想莫互爸知影啦。恁敢有互人试啉嘛？无呢。无我哪知影好啉还是歹啉嘛？我拄则有看到这间房间，但我是大人来睇过一个查甫呢。好人无胆，赤白白鬼才会惊你。就是鬼哦。这间房间，恁无闲入去。淑丽啊，你赶紧放下离开吧。我喊你3天以来找到吴金通，你若是完成了后，我就答应你卖厝。啊，水伯，你莫讲较清楚诶。